喂，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灣區判官啊！喂，大灣區外賣界嘅兩位重量級選手，美團同京東，到底邊隻最抵？今集就叫美團 PK 京東秒送，到家用最誇張嘅比賽形式，教你北上外賣點先有王牌享受，又慳錢又快送。第一回合嚟睇下市場份額，一定係美團以壓倒性領先嘅。摩根大通報告咧，估計美團佔中國外賣市場咧係約75%，簡直係外賣一哥。不過京東後浪冚場。京東秒送到屋企，目前市場大約5%份額，但係靠深度補貼同品牌信任，正係威脅傳統格局。第二回合，我哋嚟睇下送餐速度。美團官方宣稱咧，全國30分鐘達，部分1、2線城市實測平均大約30、40分鐘送達。而京東秒送主打30分鐘送達，保障且承諾超時賠付。京東官方最新數據，平均配送時長大約28分鐘。講真，你諗住食個叉燒飯，落單到食完都未夠半點。第三回合睇下大家最關心嘅優惠力度先。美團1新用戶專享首單立減，通常減15到20蚊，部分商家首單低至1蚊起。真客紅包可領38蚊真人禮包，含多張滿減券，如滿25減12，滿49減18。2日常優惠滿減活動，常見滿25減5，滿50減15。譬如茶餐廳、奶茶店，每星期3、5可搶5折券。會員紅包開通美團會員，大約15蚊嘅月，每月領6張5蚊冇門檻券。深圳熱門商圈如福田 Coco Park， 部分商家可以疊加使用。品牌連鎖特惠如來雪、喜茶等，通過美團落單嘅時候，常有買一送一或者係免配送費。京東百億補貼，4月以嚟推出百億補貼，專區涵蓋麥當勞、海底撈等大牌，部分商品價格低於其他平台。每日可以領取滿15蚊減10蚊，滿40蚊減20蚊嘅餐補優惠券。領取時間每日晚上8點，領取方式通過京東 App 首頁品質外賣頻道入口領取。第四回合平台覆蓋同埋商家質素，美團覆蓋全國3000 GI1 城市，商家數量龐大，但係假廚房服務不穩，偶有投訴。京東到握每秒送，主打以實體入駐餐廳，避免幽靈廚房，且宣稱全職騎手享5險1金。品質更有保障。第五回合 App 操作與用戶體驗，美團界面熟口熟面，功能齊全，但係廣告推送多令人眼花。京東秒送內置於京東主 App， 需搜尋關鍵詞或者點擊秒送入口。京東到家獨立 App 操作簡單，但係切換有少少繁瑣。講真打開 app 要搵3搵4啦，食飯就唔夠節奏啦。最後港人北上攻略，新客首單試酒水兩邊都搶新客券，先試每平台新客專享折扣，睇優惠幅度啦。訂餐時間講策略，平日用美團快速補貼，周末或者夜晚8點搶優惠。留意支付方式，微信每支付寶付款可疊加平台優惠，小心券後再比價。實際距離考量，同一店鋪兩邊價格 GI1 配送費計埋先落單。香港街市咁多路線，北上叫外賣都要做功課。咁你哋中意邊隻平台？美團定京東秒送？又或者你有更神奇慳錢秘技？快啲喺留言區 share 出嚟，一齊做灣區最慳人！